昨暝这阵消防员是要出勤去把火，想袂到会来出车祸，坐伫澳洲的小队长不幸来死亡。另外一位嘛是坐伫澳洲的队员是受重伤，还佫伫8号病房咧抢救。这位往生的小队长投入消防工作27年了，真热心嘛真善心。当年的莫拉克洪灾，甲这个高雄的气爆，伊拢参加救灾。另外一个队员嘛有10多年的这个资历。发生这款的意外，当属是伤心痛哭。看一个乌青的目镜，面带笑容的男子，就是不幸无命姓房的小队长。这拢是甲太太囡仔做翕的相片，一家伙感情真好。这个月2日，小队长准备要过54岁生日，想袂到发生不幸，作为混战的拍火兄弟，拢悲伤流目屎。他个人来讲呢，凡事都是身先士卒啦。在这边也是很遗憾哦，痛失一个很好的弟兄，跟同事。帮县小队长投入消防工作已经27年，曾经参与800洪灾、8亿气爆的救灾工作，是同事敬佩对象。退休了，然后他因为是他可能顾虑到家庭状况，因为他还有个儿子在读大学，私立学校，东吴大学，可能他经济上可能有他的考量。另外，同款甲帮小队长坐伫澳洲热线队员，伊已经服务10多年，嘛真资深。目前重伤也伫加护病房，家属嘛真悲伤，希望会当赶紧渡过难关。